小價位都可以請到高品質。錢錢咧呢一盤貨全部都係小千放漏俾大家嘅，唔係話小千預算就要放棄品質，仲係嗰句都係要優先種水。小千價位佢係咩品質呢？到底係咪豆螺種呢？其實如果係喺吊嘴裏邊呢，佢已經係可以達到螺冰種噶啦。我哋要睇佢底子嘅細膩嘅程度。1到3千呢，譬如請佛公，你就可以請到一啲螺冰嘅呢啲品質。如果一定要戴扣頭嘅，咁佢肯定就係揀商。有朋友問點解做福豆？因為佢仲未達到好似打面嘅品質，但係呢，佢已經光感好好。哪怕小千價位嘅豆，佢都可以起型光感。4000唔到就可以請一個咁冰溶帶一少少嘅綠嘅福豆，肥啲啲嘅一片葉啦。但係呢，佢個頭唔大，細細地，戴上身好精緻嘅。小千係咪喺錢錢呢度已經係冰種飄花嘅細細粒嘅寓意呢？已經請到啦，好有大自然嘅線條同埋靈動性嘅寓意，每一款都唔一樣。佢係好有質感，好舒服。請翡翠仲係嗰句，貴精唔貴多。預算唔高嘅時候，可以請一啲細件攞件嘅種水貨。當翡翠有咗種水之後呢，佢就有珠寶嘅光感同埋靈氣。你戴上身先會有翡翠嘅嗰種光澤同埋溫潤。如果你預算去到中大千嘅話呢，就可以揀一啲雙嵌加啲鑽石嘅設計款，更有光感。同時錢錢呢度呢，有好多嘅攞件，仲未得閒去雙嵌，呢啲都可以因應大家嘅需求去做定製。當預算再往高上到萬上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揀一啲光感、顏色同埋質感咁強嘅一啲貨。唔同嘅顏色、唔同嘅種水，每一個扣頭呢，我哋都係因應佢嘅特色去做嘅設計。所以錢錢仲係嗰句，當你提高對翡翠認知嘅時候，就算預算唔高呢，都可以請到啱自己嘅翡翠。不斷提高自己對翡翠嘅認知，關注錢錢請翡翠，唔踩蝦。